歡迎嚟到跟威仔隨意行頻道，又係我威仔帶大家隨意行啦。今次就嚟到麥當勞睇有啲咩平靚正嘅嘢食啊！如果大家中意我個頻道，就即刻撳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即刻 share 出去啦！麥勁抽啊，把握機會用30分玩麥勁抽啊，贏取即時優惠券、美食金卡及匯豐信用卡終極大獎啊！入到嚟呢個麥勁抽啊，憑分換領1蚊優惠券啊，兼抽即時抽獎及終極大獎，用分兌換兼抽獎啊！一次抽獎就用30個積分嘅。終極大抽獎名額有5名，匯豐信用卡請你全年探麥當勞啊！每日50蚊 App 電子優惠券1張，共365日，名額100名嘅巨無霸套餐金卡，免費每日1份啊，共30日，名額都係100名嘅麥炸雞套餐金卡啊，免費每日1份，共30日，有蘋果批30日金卡啊，免費每日1份啊，名額100份。得獎者將於2006年8月5號前公布噶。除咗呢個終極大獎之外咧，仲有個即時抽獎嘅。即時嘅抽獎咧，有機會獲得以下嘅優惠券，禮品價值超過1500萬噶。有呢個10蚊到14蚊嘆呢個9件麥樂雞啊，減3到10蚊嘅指定超值套餐啊，有呢個減3蚊到10蚊嘅嘆指定超值早晨套餐都有噶。麥草粉啊！麥吃分啊！事不宜遲，威仔就試下即刻抽一次獎啊！一次獎就用30分㗎。咁佢抽獎嘅過程就係咁樣啦，佢有個麥當勞嘅飛艇啊，夾咗一份嘅禮物上嚟啊，麥當勞嘅禮物，咁就獲得即時獎賞一份指定套餐減9蚊㗎。咁呢一張套餐券咧，就要喺3日之內用嘅，同埋你已經獲得一次參加終極大獎嘅機會一次。咁得獎者於活動結束後或者8月5號之後就會獲得呢個電郵嘅通知噶啦，同埋你已經成功兌換咗1蚊嘅優惠券啊！咁佢嘅優惠券已經存入咗你嘅優惠嘅頁面啊！好啦，個優惠嘅頁面就係咁樣噶啦，抽獎記錄同埋日期，同埋參加終極抽獎嘅機會有2次啊！咁當你打開你嗰個抽獎嗰個禮品之外，咁你就有個 QR code，咁你就掃描個2維碼，咁就可以用到噶啦。每一個嘅優惠券都會喺你哋嗰個獎賞入面嗰度睇到噶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個現金優惠券咧，由原本300分而家100分就換到噶啦。咁威仔咧今次就係食咗呢個減3蚊Double 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配小食㗎。咁呢個減3蚊咧，其實佢係有幾款嘅可以俾大家揀嘅，有呢個 Double 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，加大 Double 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，大啖 Double 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。好啊，首先講下呢個大啖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，71個半啊。咁佢就係麥樂雞啦、蘋果批脆香雞2件，同埋新地揀嘅。醬方面都係有甜酸醬啦、燒烤醬同埋芥末醬嘅。配菜就有呢個薯條帶啦，同埋粒粒酥米杯嘅。好啦，佢呢個就包埋出粉嘅，有呢個和風紫菜、美式 BBQ 蜜糖同埋日式燒烤雞味嘅。飲品方面啊，有可口可樂珍寶裝、無頭可口可樂珍寶裝，同埋呢個雪碧檸檬茶檸味汽水珍寶裝，呢個芬達橙味汽水珍寶裝嘅。好啦，咁大家將呢個揀好嘅一個套餐，可以去到 counter 俾錢啦，又或者喺網上付款就咁得噶啦。而家啲麥當勞已經轉晒咁樣噶啦，唔知道大家幫襯開嗰間麥當勞係咪咁嘅樣嘅咧？全部都係電子屏幕嚟噶啦，而家已經總共有3個嘅電子屏幕啊。呢就係咧，今次就係有呢個 double 嘅雙層芝士孖寶4道菜套餐嘅，大家都見到啊，4道菜嘅有，我嗰個就冇升級做呢個大啖。只係一個普通嘅4道菜，咁佢就係一個熱飲啦，4件麥樂雞，同埋一個雙層芝士漢堡，同埋一個中薯條嘅，仲有2張紙巾俾大家噶，袋裝4件麥樂雞啊。咁威仔今次就揀咗個甜酸醬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呢個包裝呢？威仔都係第一次見啊。4件麥樂雞都係咁嘅樣噶啦，脆卜卜，好有雞味啊，個甜酸醬都係好正。甜甜地、酸酸地，麥樂雞啊，咁梗係要點啲醬先好食噶啦。4嚿都係俾一個醬，咁梗係要每一啖都要點嗰個甜酸醬噶啦。原來啊，4嚿係點唔晒一盒
甜酸醬嘅，就算你每一啖都點啊，都係點唔晒。所以咧，威仔咧就可以愛嚟點下啲薯條食都可以噶。不過呢個都係個人嘅口味啊，唔知道大家網友中意食薯條係點茄汁啊，定係點呢個甜酸醬噶？歡迎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威仔聽噶，都係童年嘅味道啊！由威仔細個食嘅味道到而家嘅味道，都係能夠保持到一貫嘅水準嘅吓。好啊，睇下當天嘅環境啊，其實當天嘅客人就唔係好多啊。威仔大概8點零鐘就去到噶啦。麥當勞啊，其實係童年回憶嚟噶。細個冇嘢做就去麥當勞攞杯水飲。嗰陣時啊，喺球場玩到口渴，就會落嚟麥當勞攞杯水飲，攞幾多杯都可以噶，冇問題嘅。不過而家仲唔知道有冇可以攞呢啲免費水飲嘅咧？知道嘅網友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威仔聽。同埋而家嘅麥當勞咧，就係得翻啲台凳啊。麥當勞就係只係剩翻麥當勞。大家都見到啊，好多人都喺度休息啊，嘆下冷氣，或者喺度坐下休息下嘅。而家啲學生哥溫書，唔知道係咪仲喺麥當勞嘅咧？不過咧，當日威仔咧就好少見到啲學生哥，全部都係見到啲入嚟休息下同埋食嘢嘅朋友。好啦，跟住就到中薯，咁個中薯條都係咁樣噶啦，細薯條嚟嘅，個份量咧就唔多唔少嘅，咁啱啱好夠一個成年男人嘅份量嘅，同埋每一份嘅薯條啊都有313卡嘅卡路里噶。咁威仔咧就中意食茄汁嘅，同埋可以點下啲甜酸醬啦。唔知道大家食薯條中意點啲咩嘅咧？茄汁啊、甜酸醬啦，定係調味粉嘅，都可以留言話俾威仔聽噶。咁呢個雙層芝士漢堡啊，咁梗係有雙層嘅芝士漢堡喺入面噶啦。雙層漢堡啊，真係有4塊牛肉、2塊芝士同埋2塊麵包嘅，咁樣夾埋一齊啊，其實令到佢個口感會大大增加。再配合埋佢個酸瓜同埋番茄醬啊，同埋仲會有少少蒜蓉粒，同埋嗰種半唔溶同埋又溶唔晒嗰種芝士嘅口感啊，非常之好噶。不過威仔覺得佢個番茄醬咧就可以俾多少少啊，不過始終呢個都係個人口味嚟嘅，有啲人中意多啲番茄醬，又或者少啲番茄醬嘅。再唔係啊，喺 counter 度攞一包番茄醬自己擠落去都可以噶。呢個雙層芝士漢堡包就係多咗2塊牛肉同埋1塊芝士，同埋啲酸瓜又或者啲茄汁都會多啲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呢個芝士漢堡包嘅話，就唔好錯過呢個雙層嘅芝士漢堡啦。啖啖肉啊，完全係適合一啲中意食牛肉嘅朋友啊。牛肉嘅嚟講啊，係保持到統一嘅水準啊。威仔細個食嘅味道到而家嘅味道都係能夠保持到嘅，無論係夜晚食、宵夜食、下午茶食啊，都係保持到同一種嘅質素啊。所以麥當勞嘅質素係非常之好嘅，麥當勞奶茶個溫度係非常之好噶，唔會太熱，亦都唔會太凍，啱啱好可以即刻擺入口。茶係非常之濃香啦，配合埋佢個奶，非常之絲滑。上晝、下晝、宵夜、下午茶飲都係保持到同一個水準噶。威仔咧當日咧就係俾咗59蚊4道菜嘅，價就62蚊啊，減咗3蚊，所以就係59蚊噶。每一道菜平均都係14個7嘅啫。好啦，今日嘅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頻道，就即刻撳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拜拜。